以色列即马开战，目前咱台湾抑阁有3个旅行团，拢总74个人，抑阁伫咧以色列当地。毋过离战争的所在真远，人拢真平安。业者嘛，当咧安排因提早转来，只是有的班机取消，所以有部分游客抑阁调伫咧机场等待。机场航班看板显示，未少国际航班已经被取消，有等待旅客伫机场大厅困，也有人坐伫椅仔顶面困。以色列为维护国际机场，受当地经济紧张的影响，航班全部被拍乱，报道柜台前排队排真长。这是到当地参加大比接大游行的台湾旅客所翕的画面。一家人原定所坐转来台湾的班机，因为战况不明，被安排提前来起飞。旅客讲，伫机场外口看到避难处所在告示牌，伫因离开进前，当地机场来回亚罗塞冷公车拢照常来营运，市区是无啥物人。另外，观光署掌握咱国即有3个旅行团伫以色列总计74人，旅游景点离战争的所在较遥远，旅客拢平安。安那向西旅行社29人有月伫七八转来台湾，不过因为起工普遍延误，得来维护机场等待。尽快的把团员呢，通通都会让他们离开危险区域，或者是赶紧的回来台湾。那后续呢，当然也是因为有这样子的一个战争的危险因素，所以各家的业者的旅行团应该也都会暂停的来发团。乒乓协会讲，以色列团以股文名为卖点，因国班机少，费用高，伫台湾市场无单，受战争影响，业者已经将商品收落。观光学者分析，旅游团拄着这款突发而且严重事件，业者必须依规定通报观光署甲自外机构，建议散客也要甲自外单位联络，请求协助。那只要散客在发现当地有一些情况跟状况的时候，第一时间一定要赶快跟驻外管处去做联系，以便于驻外管处掌握这个相关人数，机位调度或者是采取包机的形式。学者提醒，自由行旅客出发进前就要准备好驻外单位的紧急联络电话，也若是参加团体行，嘛要确认业者是合法登记的旅行社，业者会被规范交这旅游保证金，甲为旅客投保，万一拄到突发状况，较有保障。记者综合报道。